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1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约伯记19章23到27节，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6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上帝相拄。每一个基督徒拢真盼望会当见到上帝。咱终极的愿望是要进入伫上帝的家，并且甲上帝永远徛起做伙。即种的想法甲民间宗教的思考是足无共款的。民间宗教真强调祭拜祖先，盼望祖先的魂会当食饱，才袂倒转来甲因扰乱，期待祖先保庇。却无爱祖先，也是神明出现伫左右吼。捌甲非基督徒的真好的朋友讲到信仰，当然焦点嘛是放伫祖先的崇拜，因为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就是讲基督徒无拜祖先，所以不好。伫甲即个朋友咧讲着的时阵，牧师来问即个朋友讲。如果你若用即个成果来拜你的祖先，盼望你的祖先莫枵着爱食互饱，才袂去做迄个孤魂野鬼来搅扰。若如果有一天半暝仔你起来去便所，看到你的祖先的魂真正来伫遐食你祭拜的物件，你会感觉安怎？朋友真坦白。真诚实讲吼，千万毋通安尼互惊死哦吼。如果这是基督徒的态度是安尼的时阵，咱若安尼来共款甲民间宗教共款咧看上帝的时阵，那安尼咱的信仰就有问题啊吼。就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拄着上帝毋单是一个期待尔定，搁较是一个生命转化的点，是。得到福气的开始，阮若摆讲到约伯记的代志，今仔日的经文嘛是啦吼。咱讲到上帝互约伯所领受的新约基事，毋是伫老尾伊得到大济财产，伊的家庭偌好势遮的代志，乃是伊伫经历着即个哀伤困苦。安尼想起想倒，甲伊的朋友伫遐辩论了后，伊煞落尾会通真正来了解讲，我当会当亲目睭看到上帝迄种的满足，迄种的透放，迄种的完全的交托，这是伊真正得到福气的原因啦。吼，亲目睭看你，是嘛？甲咱讲，我愿意伫你的殿内住一日，较赢过伫别位啊住1000日。我宁可伫上帝的殿内底咧过门嘛，无爱住伫迄歹人的帐位内底。这是诗篇84篇第10节诗人所讲的。基督徒不但是要求见到上帝，要甲上帝相拄，也要要求，也是讲追求甲上帝踮做伙。就算是一日，嘛有够额啦吼。今日的经文，咱看到约伯伫困境的中间，犹原期待要见到主的面。经文咧讲，因为我知救赎我的是我的，日后伊要徛伫土的顶面。26节佮讲，我即个皮败坏了后，我要伫肉体的外面得到见上帝。我本身要看见伊是为我的。我亲目看见伊，毋是外人。我的心肠伫我的内面要到扬起安尼吼。所以无论伊的境况偌歹，伊最期待的毋是外表的整齐，乃是会通去见到主的面。虽然了后约伯犹原用真济时间伫遐咧思考辩论搁伫伊的迄个拄着的境遇中间，搁沉沦伫迄个所在。但是慢慢要期待见到主的面，甲主相拄，才
做伊的真终极的目标。约伯讲真清楚，我的救赎者还佫活地的时阵，虽然伫困境的中间暂时袂失，伫这个期待要甲上帝佫出界见面的时阵，伫经文讲，约伯期待亲目睭看见迄个救赎者，对伊来讲毋是生分的，伊真了解，亲像基督徒共款，亲像犹太人共款，对上帝无生分。但是袂捌真正拄着，还是讲经历着甲主三拄面的时阵，迄个时阵还佫需要追求啦吼。约伯代表大多数的犹太人，当因对上帝的知识顶悬是无生分的，但是要实际去拄着上帝的时阵，就无一定啊。我想基督徒嘛是安尼啦吼，因否认上帝的救恩基督。因就甲约伯共款，想尽办法来辩论家己的想法立场，拍拼用家己的思考来做代志。安尼不但是离开上帝的道路嘛，行往家己的尽头啦吼。保罗甲提摩太讲的话，伫今仔日的经文讲，世事若眼前，是要互你通知应该着怎样伫上帝的厝。就是真爱上帝的教会真理的调教甲地基，大敬虔的奥秘，无人毋掠伊做得，就是伊显现伫肉体，称作义伫神，出现伫天使，宣扬伫外邦，互人信伫世间，接纳伫阳光。伊受呼召，保罗受呼召要宣扬永生上帝的家，是用真理做调节甲基础的。伊还佫讲到基督是用人的形象来显现，来讲道成肉身的概念，对圣神的名来做义，互上帝的这个天使来看见宣扬伫外邦万邦互看的人，互世间人来信仰这是要互世间人拢看见啦会通看到，透过圣神会拄着经历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的同在伊马内利，佮提醒咱基督徒爱有正确的实践主的作为。见证主传扬福音，佮一摆，咱必须要思考，今日世间人无法度用目睭真目看见上帝。那安尼，咱传扬的真理福音要用甚物来做凭据呢？透过圣神的感动，透过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透过基督徒的顺服，甲约伯共款经历困境的时阵，咱现代基督徒嘛是共款咧经历啦吼。想看卖啊，咱要安怎做，才会当互周围这会侪也未信主的朋友，会通甲主相拄咧？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2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约伯记的第19章23到27节，提摩太前书第3章14到16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遇见上帝。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能够跟上帝见面，我们的终极盼望是要进入上帝的家，并且呢，能够永远跟上帝住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期盼或是说盼望，跟民间宗教的思想是有极大的不同。民间宗教提到祭拜祖先，希望祖先的魂能够吃饱，那个原因是希望他们不要来叨扰，他们期待祖先保佑，却又不希望祖先或是神明出现他们的左右。曾经与非基督徒非常好的朋友聊到信仰，
当然，民间宗教的朋友，他们的焦点还是放在祖先崇拜，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不拜祖先是不孝。因为很熟的朋友，所以当在谈的时候，牧师就问朋友说：如果你们拿着生果祭拜祖先，希望他们能够吃饱，不要饿着，才不会当孤魂野鬼来叨扰世间。那么如果有一天半夜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真的看见你的祖先的魂出来了，在那里吃你所祭拜给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这个朋友马上就回答说：最好不要，最好不要，因为会吓死了。这是民间宗教的心态。但是如果基督徒也用同样的态度在看上帝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信仰是非常有问题的。就基督徒的角度而言，遇见上帝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期盼期待，更是一个生命的转化的点，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我们有几次的读经里面都谈到约伯的事情，今天也有约伯记的经文。那我们谈到了上帝给约伯所领受的神机骑士，并不是他在这个最后的所得到的财富或是他的家庭又补满了啦，而是在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哀伤、反复思想与他的朋友的辩驳之后，他终于能够明白，我现在可以亲眼见上帝，那一种的满足，那一种的释怀，那一种的愿意全然的交托，那才是真正蒙福的原因那后面所加付的财产家庭那个是附带来的。在诗篇里面，诗人也告诉我们，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宁可在我上帝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这是诗篇第84篇第10节的经文。基督徒不但是要求遇见上帝，更是要求能够跟上帝同住，住在他的殿中，即便是一日一天就足够了。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这个约伯，他在困境当中仍然期盼着遇见主的面。他这样说，他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他最后要为我伸冤，即使我的皮肉被疾病侵蚀，我仍将以此生谨见上帝。我要亲眼看见他，他对我并不陌生，我的心多么消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伯无论他的境况有多糟，他最期盼的不是外在的整齐，或是说物质上的富有，而是能够见到主的面。虽然在讲的这句话之后，约伯人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思辨上帝，在沉浸在他所遇到的这个困境当中似乎他慢慢的在辩论当中能够见到上帝的面，变成他的一个终极目标了。约伯说的非常明白，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虽然在困境当中他暂时迷失了，他仍然期待着再与上帝见面的这样的机会。经文说，约伯说他亲眼看见救赎者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的，正如基督徒一样，我们对上帝都不陌生，犹太人也是一样，对上帝根本都不陌生，非常熟悉的。可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未曾真正经历过上帝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约伯代表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或是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知识上面，我们并不陌生。可是，我们一旦能够遇见上帝的时候，那就会不一样了。或是说，我们对上帝不陌生，能不能遇见上帝，那就不一定了哈。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否认上帝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就跟约伯一样，他们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想法，他们用自己的立场，他们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不但是会离开上帝的道路，也会走向自己的尽头。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这样说到：如果耽搁了这封信，要告诉你们，我们在上帝的家就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大家都宣认我们的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它以人的形体显现，由圣灵证明为义，被天使们看见，它被万邦传扬，被世人所信仰，被接上天去。保罗他受呼召是为了要宣扬永生上帝的家，这个家是以真理为柱石和基础的。他还谈到基督是以人的形象显现，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道成肉身，从圣灵的名为义哈。那圣灵要证明要证明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义的，那他是被天使们所看见的，他是被传扬于万邦，就是所谓外邦被世人所信仰，这是保罗非常清楚的提到的。那要让世人能够看见，是透过圣灵的见证，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来这个遇见、经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像保罗自己本身一样。这更提醒了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要确确实实的去做实践主的作为，要能够见证主、传扬福音。最后再一次的，我们必须要思想，今日世人在无法用眼睛看见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传扬的真理福音要用什么做凭据呢？我们透过圣灵的感动，就是证明呢。我们要透过基督徒的生命，透过基督徒的顺服，与约伯一样经历困境的现代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愿意或是能够跟主相遇。